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我係宇峰。今集想講嘅主題就係面對員工喪親點算好呢？咁樣做嘅老闆呢就會被 like 爆，善良同埋職場管理嘅完美結合。當你嘅員工可能面對喪親、有親人離世、suffering 嘅時候，你嘅支持同埋理解係非常之重要。好希望呢一份少少嘅指南能夠幫助你去關懷同埋以尊重嘅方式去陪伴員工過度悲傷嘅時刻。首先第一個就係表達至誠嘅一個慰問，因為當你好真誠地去慰問嘅時候，其實員工係會感受得到，但係就避免一啲陳腔濫調，例如節哀順變啊，或者係人死不能復生啊，咁呢啲我哋盡量少講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清楚説明分享一啲請假嘅事宜。例如可以讓員工知道，讓佢明白，讓佢感受到你其實好想佢優先處理咗親人嘅後事先，可以因應個人嘅時間啦、佢嘅需要啦而去請假啦。希望機構啊，亦都有咁嘅空間。例如，亦都可以問下員工，有冇啲乜嘢地方需要幫忙啊，或者有冇手頭上有啲工作係可以讓團隊去分擔啊，咁樣。咁第三個就係尊重個人嘅空間，可以理解同事面對喪親需要獨處嘅空間嘅。有時候我哋唔會好強求或者好 push 佢要嗱嗱聲要交低晒所有嘢啊，要佢即時回應啊。咁我哋可以點做呢？例如話，知道你屋企人離世，會唔會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同埋空間去處理啊？咁樣樣。咁另外第二點個重點就係建立一個適當嘅溝通管道，例如我哋可以問喪親嘅員工，用咩方式聯繫你會比較好啊？讓你可以有多啲空間啊？會唔會係 WhatsApp 啊，或者email 啊咁樣？咁通常咧最好就唔好 email 啦，即係仲要 check 即係公司嘅 email 咁樣。第二就係可以尊重佢有啲重要嘅時段係唔需要去覆 email 啦，或者係去覆一啲工作上嘅 WhatsApp 啦，讓佢真係可以放低晒所有嘅事情去照顧屋企人嘅後事啊，去照顧自己嘅哀傷。咁例如可以點樣講呢？例如就係話啊，你希望我哋喺呢段日子點樣聯絡你啊？你需唔需要多啲嘅空間啊？咁樣咁對方聽到就會覺得被關懷啦，同時間係會有一個空間容讓佢去選擇。呢個亦都係我哋person center 嘅訓練一個其中一個嘅要素嚟嘅。咁第三就係保護個人嘅私隱啦。咁通常員工喪親，第一個可能會，即係如果係工作上要交代嘅，可能係機構嘅主管啦、經理啦，可能會知道。咁呢個時候，我哋要有一個 sensitive，有一個敏鋭度，就係問下喪親嘅員工，誒、想唔想其他同事知道啊？因為要保障佢嘅私隱啦，佢嘅信息啦。如果佢唔想分享嘅，我哋要尊重對方咁樣。咁我哋亦都可以問你想唔想讓同事知道啊？例如點樣講好啲呢？例如關於你親人嘅離開，你想唔想自己嘅團隊知道啊？又或者對於呢件事，你有冇啲咩睇法啊？咁樣。第三咧就係引導團隊有一個可以有啲關懷啦、問候啦。咁可能喪親嘅員工話啊，其實都唔需要嚟參加我屋企人嘅喪禮啊，可能會有某啲特別嘅原因啦。可能我哋都需要尊重，但係一張慰問卡其實係相對上比較安全啦。溫柔啦，同埋一個 gentle 嘅方式去表達
對同事嘅一個關心啊，咁樣。嗯，好。咁下一點呢，就牽涉到主管或者經理需要考慮嘅地方。咁例如員工嘅親友嘅離世，可能涉及一啲醫療或者工業意外而受到好多 media 媒體嘅一啲追訪啊報導嘅時候，咁我哋如果一個細心或者關心員工嘅主管，誒、需要係去把關啦，或者係去保護呢一位嘅同事，例如可以同機構或者公司嘅 PR 嘅團隊去商討啦，咁啊制定一啲方法啦、計劃啦，去保障員工嘅私隱啦，或者係一啲未授權嘅媒體去接觸員工啊，或者同事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可以同 PR 團隊啦，去商討一啲一致性嘅回應啊，或者有需要嘅一啲唔好意思，公開聲明啊。但係內容咧係必須要得到喪親員工嘅同意啦，或者係 consent 啦，一切都以呢一個員工為本。好，接住嗱呢一點咧就係維持同事之間嘅關心啦，同埋連結，其實都係嗰一句，就係問下面對緊喪親嘅員工，想唔想同事知道啊？如果 OK 嘅話，同事去聯繫你啊，或者嚟探你啊，或者最好就係問佢啊，你最近有啲咩嘢需要啊，或者工作上嘅需要，我哋可以為你分擔啊，盡量係俾空間去俾空間喪親者，讓佢知道我哋有一份心意去陪伴佢，咁就 OK 嘅啦。咁避免係好 pushing 啊，或者係好扯啊咁樣，因為好多時候，如果我哋冇去覺知自己嘅焦慮咧，例如我哋咧就好容易會變得好扯啊，因為又擔心唔知點做嘅時候咁樣，係啦，盡量俾空間同事。如果有機會係去出席同事嘅喪禮咧，誒、就有幾點要考慮嘅，就係、曾經都經歷過，就係有同事啦，就問佢依家同事冇返工嘅，使唔使打俾佢啊？咁樣咁就好尷尬啦。其實同事已經講咗係嗰一日係要屋企人要出殯啦。誒、一般嘅同事都還好，但係如果係主管犯咗呢一個，唔好意思，犯咗呢個問題咧，就即係有啲唔係好尊重或者唔係好體貼噶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問下喪親嘅同事，佢嘅宗教嘅習俗啊、儀式啊，需唔需要多啲嘅時間去照顧啊、去處理？即係例如，如果某啲宗教想希望多幾日能夠參加一啲助念啊，或者念經嘅時候，咁機構唔好意思，條氣管都唔係好得，可唔可以讓同事請多幾日假去完成佢呢個心願呢？好，咁如果真係出席喪禮咧，呢個我都曾經試過嘅，就係自己嚇，千祈唔好學我。就係有一次要去出席喪禮嘅放咗工，但係我唔記得 check 個 Canada 就出門口，跟住我就着咗一件粉紅色嘅恤衫返工，然後我放工咧嗱嗱聲要即刻去買一件即係黑色嘅恤衫咧，去出席呢一個喪禮，係啦，因為呢個係成個即係如果係代表機構啊、代表團隊去咧，呢個就要留意啦咁樣。
咁另外就係了解對方嘅宗教儀式啦。咁例如對方可能係佛教嘅話，咁就避免係帶一啲肉嘅食物去啊。咁即係要尊重翻對方嘅宗教文化。好，咁啊，希望呢一個小小嘅影片，讓一啲機構嘅同事啦、主管啦，有一個參考，讓我哋能夠有多一啲嘅空間，人性化去照顧，去支持一啲面對緊喪親嘅同事，因為最愛嘅嗰一位離開，對佢哋嚟講係一個非常大嘅轉變。可能你一句嘅慰問啦，團隊嘅一張慰問卡啊，其實都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慰問方式嚟嘅。多謝大家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拜拜。